大家好，我係齊格飛。上一集我哋透過郵差 Mowgli 解鎖咗新事業郵差，透過送信俾喺主線或者其他支線故事同我哋有過交集嘅 NPC， 睇下 Eluzea 每一個有趣嘅小故事。下一個故事，郵差 Mowgli 聽講沙都大天橋經常遇上山賊，而同人隊蘭花連隊嘅大隊長據說每次戰鬥嘅英姿都非常吸引人，因此佢有唔少嘅 fans， 仲有人慕名而加入同人隊，希望成為佢嘅手下添。今次郵差 Mowgli 想送信俾佢，順便拜訪下呢個咁出名嘅人啦。點知喺大天橋見唔到佢，就想拜託經常出入沙都嘅我哋去幫手送信。冇計啦，你又唔係女仔。講起呢位隊長，如果大家有刷到乾武 Zodiac Weapon 嘅話，應該會喺大天橋見過佢嘅。話說喺大天橋發生嘅 Fate， 中文叫臨危受命，我哋見到有一群盧恩族走嚟襲擊大天橋，隊長佢連同一班巡邏緊嘅同人隊隊員迎擊佢哋。我哋需要支援同人隊，並且確保傷亡人員最低。下一波襲擊，盧恩族除咗魚鱗偷渡者，仲有人口販賣者想綁架附近嘅村民同搶奪佢哋嘅物資。我哋除咗要保護同人隊嘅隊員之外，仲要保護附近嘅村民同埋佢哋嘅財產添。呢度開始推介要用坦系職業，再加一個保師。更多嘅盧恩族敵人走嚟大天橋襲擊我哋，其中仲要有盧恩族嘅領袖上嚟前線指揮添。只要守護所有嘢嘅同時擊敗盧恩族領袖，任務就完成啦。最後，隊長發現呢場盧恩族嘅襲擊背後，其實就係蜥蜴人族出錢請佢哋做嘢。所以隊長邀請我哋一齊衝入去蜥蜴人附近嘅營地，實行大反擊。打低幕後黑手之後，我哋就完成一連4個 Fate， 同埋得到一個成就啦。返嚟郵差嘅工作，我哋喺沙都嘅裁縫工會揾到隊長。我哋俾佢嘅郵包，正正就係佢向黑衣森林嘅妖精族定製嘅特別布匹。由於貨件遲到，所以急不及待嘅佢先至喺裁縫工會睇下有冇其他布俾佢用住先。收到包裹嘅隊長希望我哋可以幫忙叫佢2個部下過嚟，決定下佢件新外套應該點整至好。透過剛才嘅 Fate， 我哋見到隊長嘅部下係一對貓女姊妹，佢哋同時間揀禮物送俾隊長，想問下身為路人嘅我哋有咩提議咁樣。俾完建議之後，2姊妹都分別向我哋透露，其實佢哋出身貧窮，細個嘅時候仲要俾人口販賣組織誘拐。喺佢哋驚恐同埋絕望嘅時候，隊長佢挺身而出，打低整個組織嘅人，救翻佢哋2姊妹。所以佢哋自此之後就立志加入同人隊，跟隨隊長。返到隊長嗰度，我哋見到2姊妹為咗隊長應該收邊個嘅禮物而嘈交。隊長就出嚟安撫佢哋，話自己已經足夠強大同美麗，唔需要佢哋嘅禮物去襯托。咁話，好啦。喺隔離睇佢哋自嗨一餐之後，隊長走嚟同我哋講，當年救咗呢2姊妹出嚟，佢哋冇錢又冇人照顧，其實都只能夠去行乞。隊長於是唔忍心，又欣賞佢哋2個嘅品格，並冇因為窮而走去偷嘢過活，所以決定接濟佢哋，並安排佢哋做自己嘅部下。最後
隊長甚至鼓勵我哋，如果人生感到迷茫，可以去揾一個閃亮嘅背影去跟隨，只要有需要，佢一定會喺大天橋陪我哋一齊戰鬥。好，下次擦乾舞，我哋再一齊同人口販賣組織戰鬥啦。話說郵差 Mowgli 又要我哋送信去前線啦，但係同大天橋唔同，今次要送去海都外地 Lanosia 嘅瞭望陣營地，駐紮當地嘅黑窩團士兵個個都兇神惡煞咁，郵差 Mowgli 嚇到唔敢行埋去，所以就委派身手了得嘅我哋去啦。喂，乜你咁細膽㗎？我不嬲講嘢都咁大聲，我大聲講嘢唔代表冇禮貌，阿 Sir。去到現場，收到信嘅老家族大姐見到信裏邊嘅壞消息，即刻想打我哋一身。Stop it. Get some help. 大姐佢冷靜之後，向我哋解釋，最近佢哋號稱黑窩團最強嘅紅燕綠戰隊，面對人手不足嘅狀況，對於要求高嘅佢哋係絕對唔會歡迎實力唔達標嘅人嘅，所以佢哋想向各大前海賊團嘅成員招手。可惜今次嘅來信全部都係拒絕入隊嘅回信，大姐就將最後嘅希望寄託喺前獵犬同盟海賊團嘅狂犬身上，希望我哋幫忙請喺附近嘅佢入隊。喺路上，我哋遇到一個被襲擊嘅人，用 level 90嘅劍法秒殺咗襲擊者之後，有個拉拉肥族嘅苦術師出現，對於我哋搶走佢嘅獵物感到超級不爽，就發脾氣咁走咗啦。俾我哋救出嘅人表示，剛才嘅女仔就係我哋要揾嘅前獵犬同盟嘅狂犬邋遢塔。佢同其他同鄉嘅伙伴致力於村莊嘅復興，不過出身海賊團嘅邋遢塔淨係識得戰鬥，唔係好識同人交流。返到營地，大姐表示頭痛，因為邋遢塔佢點勸都唔肯加入黑窩團。不過邋遢塔佢有讚賞過我哋剛才嘅劍法，希望我哋可以幫手再說服一下佢咁樣。然後毫不意外，我哋都被拒絕。邋遢塔嘅同鄉就為邋遢塔嘅態度向我哋道歉。佢話邋遢塔喺一架海盜船上面出世，但係出世冇耐，父母就雙雙離世。海盜船上面嘅一班老粗就個個父兼母職咁湊大咗邋遢塔。佢嘅童年唔係耍斧頭就係玩大炮，幾乎冇同過同齡嘅小朋友相處，所以就造成今日嘅性格，社交能力幾乎為零。同鄉覺得如果邋遢塔可以加入紅燕綠戰隊，除咗有份穩定嘅收入之外，仲可以有大把機會俾佢發揮實力，盡情享受戰鬥當中。聽完之後，我哋決定再揾邋遢塔。今次佢終於都講出自己嘅心聲啦。其實佢唔想加入黑窩團，係因為覺得為咗班陌生人打生打死，實在太冇意義啦。雖然佢嘅稱號係狂犬，表面上好似好中意打打殺殺咁，但係其實佢 enjoy 嘅係同伙伴一齊出生入死嘅感覺，所以唔想因為要加入其他團隊，要同大家分開。最後邋遢塔希望我哋可以為佢保守呢個秘密。返去大姐度，對於狂犬唔能夠加入紅燕綠戰隊，佢表示超級頭痛，而且仲打算叫我哋幫手宣傳下添。咁就要抱歉啦，因為我哋今日只係一個普通嘅郵差啫。喺呢度順帶一提，如果各位有擦乾舞嘅話，同樣都可以喺一個 Fate 嘅系列當中，同邋遢塔同埋佢嘅一班同鄉並肩作戰。你話咩話？你話邋遢塔個名好似邋遢塔。下一個故事，郵差 Mowgli 話我哋接落嚟嘅工作會羨慕死好多深都嘅女仔，因為我哋要送信去深都嘅吟遊詩人男團 Homunculus。若被傷害夠，就用一對手。郵差 Mowgli 話呢對男團本身人氣麻麻地，但係自從有黑兔堂呢間店贊助佢哋嘅演出服之後，人氣就急速上升，成為深都炙手可熱嘅偶像男團。而黑兔堂即係深都大水晶附近嘅店鋪，大家多數都係去買 glamour 相關嘅商品
或者初始裝備嘅時候，會同黑兔堂嘅店員傾偈買嘢。總之，我哋首先就送信去先啦。去到現場，見到人造生命團，以下簡稱 HCS， 喺度為佢哋即將喺深都巨蛋舉行嘅演唱會練習。收到信之後，男團好興奮咁表示有重大嘅消息要宣佈，叫埋黑兔堂嘅代表採購部長 MyCenter 一齊嚟聽。個消息就係 HCS 決定舉行全 Aeolugia 嘅巡迴演唱。正當 MyCenter 話會同會長溝通下撥資金贊助佢哋嘅時候，團長就話唔使啦，因為沙都已經有人出錢贊助佢哋今次嘅所有費用，而條件就係成為嗰個商會嘅專屬團體，所以 HCS 變相就係同黑兔堂講分手啦。事後 MyCenter 覺得事有蹊蹺，佢抱怨當初遇到冇乜人氣嘅 HCS， 覺得佢哋好有潛質，但係衣着實在太唔掂啦，所以就鼓起勇氣資助佢哋嘅演出，令佢哋着住黑兔堂嘅衫，好好睇睇咁出場。本來世界巡迴演唱係佢哋4個人嘅共同理想，更何況以沙都人嘅 taste， 絕對唔會對嚟自深都嘅 HCS 有興趣。再者，今次有人出一大筆錢資助佢哋去撇甩自己，再加上從來淨係想唱歌而唔諗錢嘅 HCS， 忽然為咗錢同自己反面， MyCenter 佢左諗右諗都覺得唔對路。雖然我哋明白係好唔甘心嘅，但係都覺得呢件事冇咁簡單，所以我哋就決定一齊投入調查啦。首先，我哋去到深都嘅商店街，了解下佢哋最近傾開咩話題啦。我哋從唔同嘅人口中都聽到最近黑兔堂嘅貨車被襲擊嘅事情，因為佢哋資助 HCS 嘅事，令佢哋名聲大噪，成為咗盜賊嘅攻擊對象。而當中嘅盜賊懷疑係一班嚟自沙都嘅人。與此同時，佢哋都提及最近深都商會呢度出現一個沙都人 Lisusu， 佢好努力鑽研深都嘅文化，並且好努力咁融入大家，好多人都對佢讚賞有加。MyCenter 立即留意到奇怪嘅地方，就係呢個叫 Lisusu 嘅人，因為據說佢同沙都一個專門販賣贓物或者第7靈災受害者財物嘅黑心商會係有聯繫嘅。MyCenter 就話，本來佢都唔想同黑心商人扯上關係，但係一諗到 HCS 有機會同呢啲咁嘅人合作，就覺得不能原諒，決定要對付一下佢。MyCenter 俾咗一個自家公司嘅收據我哋，叫我哋轉俾 Lisusu 睇下佢有咩反應咁啦。Lisusu 佢收到收據，表現相當興奮，多謝我哋俾條財路佢行，因為上面記載咗一個冒險者用幾多錢去買咩裝備嘅仔細說明。只要佢用翻低啲嘅價錢去賣商品，生意自然就會俾自己搶晒啦。Lisusu話之後賺到大錢嘅時候，就會分翻啲利潤俾我哋。果然係行商嘅人才啊！翻去見MyCenter，佢就趁我哋剛才同 Lisusu 傾緊偈嘅時候，出錢買咗佢嘅手下，叫佢哋攞 HCS 同沙都商人簽嘅合同俾自己。另一方面，又對 Lisusu 本人佢作出調查。報告就正如 MyCenter 所料啦。Lisusu 為咗獨佔深都嘅利益，希望搶走深都最大嚿嘅豬肉，即係 HCS 嘅代言權。另外，調查報告指出 Lisusu 嘅個人文件標記咗黑兔堂貨車嘅行車路線，咁即係擺到明針對性襲擊喎。如無意外，下一個被襲擊嘅地點就係中央森林嘅西南區域。我哋要立即出發去阻止襲擊，再揾出黑心商會同呢班襲擊者有關嘅證據。打低咗班犯人， MyCenter 之前嘅推論，透過我哋啱啱入手嘅證據，全部得到證實。Lisusu 果然同沙都黑心商會係有路嘅。佢喺深都收集情報之後，就放消息俾商會，商會再安排襲擊打劫財物，然後 Lisusu 再高價轉售出去，贏取暴利。同一時間 HCS 似乎就快要離開深都，我哋要快啲去阻止佢哋啦。見到 HCS，MyCenter 二話不說，
立即將調查報告同剛才喺匪徒手上得到嘅證據一一列出。正當李舒舒俾我哋嚇到措手不及之時， HCS 終於講出佢哋要離開黑兔堂嘅理由啦。正正就係李舒舒同佢哋講，黑兔堂目前經營困難，今後會由佢自己接管，就係咁簡單，冇其他原因。唉，正如 MyCentre 所料，佢哋的確係唔用腦諗嘢嘅。總之 MyCentre 以手上嘅證據為把柄，要挾李舒舒今後只能夠為自己工作，而 HCS 亦都知道自己信錯咗人，今後要繼續同黑兔堂商會同埋 MyCentre 合作，為他日可以真正去世界巡迴演唱而努力。下一個故事由參摩古尼想我哋將一堆 fans 信送去沙都另一個廣受女士歡迎嘅男士手上。呢位就係 Level 70嘅聖騎士職業任務會遇上嘅華麗劍士弗蘭茲。我哋去到劍鬥士公會面前嘅拉拉肥大叔，正正就係弗蘭茲同埋其他伙伴嘅經理人兼養父。大叔話要幫弗蘭茲保管啲信先，因為最近弗蘭茲收到嘅除咗 fans 信之外，仲有輸俾自己嘅人寄嚟嘅刀片啦，追求自己失敗嘅 fans 寄有毒品嘅信啦，等等嘅危險物品。而今次無獨有偶，一堆 fans 信嘅當中，特別有一封充滿住惡臭，信裏邊竟然仲夾咗萬寶路嘅幼苗添，裏邊冇署名，仲要附上恐嚇字眼，小心你後邊。當全部人都為弗蘭茲感到緊張嘅時候，唯獨佢本人嘅態度鬆容，自己一個就走出去散步啦。而佢嘅伙伴長槍佬都想喺嚟緊嘅比賽之前集中下精神，就出去飲酒啦。呢個時候，弓箭妹同幻術師同時表達佢哋對長槍佬嘅懷疑。佢哋話長槍佬以前係一個盜賊，俾人捉咗之後就做咗奴隸。雖然後來俾養父重金買贖恢復自由身，但係兩位伙伴都懷疑佢會為咗錢咩都做得出，所以一定係有人收買咗佢去對付弗蘭茲啦。大叔唔信自己所重視嘅長槍佬會做出啲咁嘅事，不過作為經紀人，防患於未然係要做嘅。大叔懷疑犯人會扮成 fans 混入群眾，所以希望我哋可以幫手宣傳下弗蘭茲下一場嘅賽事，順便觀察下有冇奇怪。我哋一路去宣傳弗蘭茲嘅賽事，一路留意啲 fans 嘅反應啦。呢班 fans 不約而同咁表示，覺得背後好似有人監視緊佢哋咁，但係我哋周圍巡查都發現唔到有咩異常。返大叔嗰度，佢發現呢個冇署名嘅恐嚇信原來多達10幾封，似乎危險比大家想象中更近。大叔佢希望我哋扮經紀人，周圍同熟客打招呼，睇下有咩發現啦。結果喺同一名貴婦打招呼嘅中途，遠處傳嚟咗弓箭妹嘅尖叫聲。我哋聞聲立即趕過去，見到弓箭妹佢受傷跪地，佢話見到長槍佬向住弗蘭茲嘅方向追咗出去，叫我哋快啲去阻止佢。我哋二話不說，立即向住弓箭妹所指嘅方向追出去啦。然後我哋發現長槍佬同幻術師兩個都俾人襲擊，跪咗喺地下。原來長槍佬比起其他人更早發現有襲擊者嘅存在，但係襲擊者偏偏選擇喺人多嘅大街上面偷襲，令到長槍佬同幻術師都為咗唔傷及無辜市民，只能夠挨打，唔能夠反擊。長槍佬話班匪徒啱啱走出醒冇耐，我哋係可以追到佢哋嘅。果然我哋喺城外面見到弗蘭茲都俾人襲擊，我哋立即用 Level 90嘅劍秒殺佢哋。弗蘭茲被救出之後向我哋透露，其實呢啲人係佢特登去挑釁嘅。佢知道自己嘅 fans 越嚟越多，但係自知而家咁嘅實力再唔進步嘅話，就會對唔住呢班 fans 嘅高度期望，所以佢特登揾實力高強嘅人，
挑釁佢哋嚟逐一同自己隻抽，希望自己可以短時間之內實力大幅提升。但係因為唔想連累伙伴，所以隱瞞佢哋同被挑釁嘅人出城外面呢個位隻抽啦。呢個時候，大叔同埋其他伙伴都趕到。當然，伙伴同大叔了解咗弗蘭茲佢嘅用意之後，就同佢講，有事應該要大家一齊商量，唔好自己一個人去面對，變強都可以一齊嚟嘅啫。弗蘭茲答應會同大家一齊共同進退，就起行去日影地修煉場所，同大家一齊進行特訓。冇錯，喺 Level 50版本嘅迷宮哈拉塔利日影地修煉場所，係會見到弗蘭茲一行人4個人去做我哋嘅 boss 嘅。下一個故事，相信好多朋友，包括我，打郵差魔古尼呢條支線一定會卡住喺呢個地方嘅，因為海都竟然唔見咗郵差魔古尼，接唔到任務喎。如果係呢個情況，即係表示你有啲支線未完成。冇錯啦，今次嘅故事係要完成咗一個支線任務系列先會出現，而我個人覺得呢啲故事都係有關聯嘅。今次嘅故事開端就係發生喺黑色森林中央地帶，我哋路過見到一個自然學家同埋佢攰到坐咗喺地下嘅助手。自然學家 Malusetto 為咗新一期嘅 Eolusia 地理雜誌喺度進行研究，見到我哋路過好似無所事事咁，就叫我哋幫手打啲毒蘑菇魔物返嚟做標本，證實第7靈災令到附近嘅生態環境產生咗變化。下一個委託 Malusetto 已經叫我哋做第6助手，佢希望我哋可以將一隻附近嘅雷元精削弱再活捉返去做實驗，證明雷電可以促進蘑菇嘅生長。哇！我哋把劍咁大力，好難控制力度㗎噃。Nice。委託完成。隔離坐咗喺地下嘅頭號助手終於出聲啦！佢俾 Malusetto 點咗去充滿巨型萬寶路嘅水池收集水樣本，攰到就死又唔想俾魔物食落肚嘅助手實在頂唔順啦，希望我哋可以幫手。我哋 Level 90嘅力量令我哋喺現場猶如進入無人之境，轉眼間就搞掂啦。下一個委託，我哋已經榮升第9助手，而內容就係要得到巨型萬寶路惡臭花嘅胃袋。Malusetto 俾咗一個弱化藥俾我哋，等我哋可以輕鬆咁打低佢。作為第13助手嘅我哋攞到胃袋，裏面嘅毒蘑菇魔物殘骸證實咗 Malusetto 嘅推論，巨型萬寶路嘅數量急增係因為毒蘑菇魔物大量出現。一切都係因為第7靈災。得到新論文嘅 Malusetto 多謝我哋呢個第42助手之後，就返去發表論文啦。返到海都，郵差魔古尼終於出現，佢手上有一個包裹，想我哋幫手送俾 Malusetto。收到包裹嘅 Malusetto 即刻多謝第27助手嘅我哋。但係見到內容就即刻對隔離攰到就死嘅頭號助手瘋狂大鬧啦，因為 Malusetto 需要嘅係一隻硬鼠，要生嘅，但係頭號助手就訂咗硬鼠肉，係死嘅，所以就吩咐第56助手嘅我哋去活捉一隻硬鼠 BB 返嚟。據說硬鼠經常破壞沙都一帶嘅農作物，所以嗰度嘅農夫可以協助我哋。我哋喺沙都附近揾到一個農田。農夫對我哋可以幫手解決鼠患表示無任歡迎。我哋按照指示燒雜草，引嚟硬鼠媽媽跳出嚟，為咗保護 BB 而襲擊我哋。打低佢之後就順利捉到 BB 啦。返到深都，Malusetto 即刻稱讚第1助手嘅我哋做到嘢。咪住先，第1助手唔係坐喺你隔離咩？跟住我哋聽到一堆聲效，搞到我都好想 call 愛護動物協會，連隔離嘅前頭號助手都睇唔過眼啦。
原來馬魯瑟圖嘅老師話硬鼠嘅眼睛係為咗喺漆黑嘅洞穴入面覓食而存在嘅，而剛才硬鼠 BB 眼都未擘大，但係就可以準確咁樣避開馬魯瑟圖嘅所有攻擊，證明佢哋唔係用眼睛睇嘢嘅，而係用觸鬚感應空氣震動。呢個發現令到佢可以推翻老師嘅論說。興奮嘅馬魯瑟圖就將已經冇用嘅硬鼠 BB 送俾我哋啦。唉，可憐嘅小家伙，不如你就陪我哋一齊送信啦。今日最後嘅一個故事係同我哋嘅髮型師有關。同樣地，我哋可以一齊睇下之前嘅任務，再睇下郵差魔古尼篇嘅後續故事啊。話說，我哋有一日經過海都海豚亭，女侍應話聽到附近有人尖叫，想我哋幫手去睇下咩事。去到現場，有一個陷入恐慌嘅拉拉肥女士，指控我哋前面呢個人就係傳說中嘅開膛手，啱啱一見面就一嘢斬埋嚟。明明自己好唔容易先儲到錢，約到傳說中嘅天才美容師見面，但係就嚟咗個變態殺人魔，相信天才美容師一定係俾佢殺死咗啦。我哋立即去對呢一個錯亂嘅男人手指指啦，佢就慌亂咁話自己嘅揾食架撐剛才全部唔見晒，而家百口莫辯，希望我哋可以去3個地方揾自己嘅熟人，講出自己嘅名真的懶，就可以攞翻自己嘅新架撐啦。我知道呢個時候一定會有人話，喂，呢個法文名嚟嘅，唔係讀 Genderland，係讀 Shonduland。你啱，不過你唔覺得英文讀落去好似真的懶咩？總之，我哋分別去海都鐵匠公會、深都木匠公會同埋沙都煉金術師公會，攞到比真的懶嘅3個包裹，送翻本人嘅手上。真的懶即刻變咗另一個人咁，立即對面前嘅女士使出必殺技洗、剪、吹。一瞬間，女士嘅頭就洗剪吹成為 FF13 雷姐嘅頭啦。呢位女士重獲新生，連個名都變埋做 Reborn Madam 添。真的懶就對呢一位女士講，就喺剛才嘅一刻，你已經重生啦 ，Happy Birthday。至於我哋，真的懶為咗答謝我哋嘅救助之恩，就應承我哋喺旅館可以隨時撳個鐘，就可以召喚佢出嚟幫我哋 Beauty Reborn 啦。之後，郵差魔古尼就同我哋講，啱啱好有封信要派俾真的懶，不過呢個係一個高難度嘅任務嚟嘅，因為真的懶工作緊嘅時候係唔會收信嘅，但係放低架撐之後性格又會大變，所以根本好難揾到佢本人。咁我返旅館撳個鐘叫佢出嚟咪得咯。OK， 我哋睇估唔好博估。郵差魔古尼話，海都呢度咁啱有人話見到真的懶出現，叫我哋快啲去揾佢。路上我哋見到阿 Reborn Madam 喺度好興奮咁答謝幫自己 Reborn 嘅美容師，我哋見狀即刻送信俾佢。不過尷尬嘅係佢其實係真的懶嘅細佬，封信仲要係佢自己親手寫俾哥哥添。事緣係喺伊舒格嘅爸爸病倒咗，大家都希望盡快幫爸爸揾到家族事業嘅繼承人。5年前哥哥離開屋企，開始環遊世界，周圍剪頭髮。而家屋企有需要啦，係時候要返屋企好好咁繼承家族事業。Reborn Madam 話真的懶會為自己嘅婚禮準備新嘅梳，所以建議我哋去深都嘅木匠公會去揾佢。毫不意外喺木匠公會見唔到真的懶，但係就見到佢嘅老相識，即係木匠公會嘅會長。佢就問細佬：乜你阿哥真係適合繼承家業咩？細佬話：阿哥離家出走之前係爸爸嘅得力助手，
做咩都好完美，所以人人都覺得哥哥係最佳人選。會長話：哥哥雖然辦事能力好勁，但係佢對於人嘅髮型嘅觸覺係史無前人嘅。咁究竟邊度先至適合哥哥呢？好好咁諗下啦。下一站我哋去到沙都嘅煉金術公會，同會長了解之後，果然真的蘭啱啱走咗。會長俾細佬連番追問阿哥喺邊度，搞到好煩，對細佬大鬧啦！咁重視個家族事業，你自己去做啦！細佬話自己咩都唔及哥哥，所以點都要阿哥返嚟繼承屋企嘅家業。會長又話：你哥哥實在太多創意啦，混喺醫書閣簡直嘥咗佢。反而細佬呢啲咁死板嘅人呢，就啱晒去做繼承人啦。不如都係返去海都同哥哥好好咁傾下啦。果然，我哋兜咁大個圈，最後都係返去一開始嘅地方。細佬已經比我哋早一步見到哥哥，佢憤怒咁樣叫哥哥快啲跟自己返屋企，唔好再周圍懶啦。真的懶並冇回應細佬，反而問佢：你而家的確長大咗，但係你係咪活出緊真我呢？話畢即刻對細佬使出必殺技，洗剪吹。同阿哥一樣髮型嘅細佬立即變咗一個老土阿叔。細佬忽然間覺得自己威風凜凜，自信滿滿，覺得自己咩都做得到。當脫離咗同哥哥一樣嘅形象，佢先至知道原來自己一直想複製哥哥嘅成功，想成為哥哥，但係咁樣就失去咗自己。而家哥哥透過令到細佬佢重生，令到細佬佢揾翻做翻自己係一個乜嘢嘅感覺。俾哥哥祝賀一聲 Happy Birthday 之後，細佬就充滿自信咁樣翻去醫書閣繼承家業啦。而真的蘭就正如細佬嘅祝福咁樣，繼續為 Eoludia 嘅人洗剪吹啦。好啦，今日嘅內容十分之豐富，整個故事亦都完成咗一半。下一集我哋繼續一齊睇下 Eoludia 嘅大城小事啦。拜拜。